埋後邊，企後邊。翻嚟防守，守人右邊，你冇守右邊啊，即刻輸咗2分。拉走，佢過到啦，往前。射波嘅，文圈你又即刻射波。走開右手。得2個控球。原因等佢埋嚟。你自己過到啊嘛？等佢埋嚟。夾得。俾華妙欣攞實個波先。打返。你打後。手右手。喂，你打後邊嗰位，3面手啊！好啦，唔揀啦。前邊有喎，唔好探多波啊！喺邊個空咗？前面空晒啦。揀入去。俾錢。你位錯波好似我哋。球波時間唔差。你好想攞個波啊嘛？一個對波。你而家係換Judy個位係攞分㗎，即係你要去攞分啦。慢慢嚟轉波啲，傳多啲球先，跟住攞波係點華妙進攻。走。Judy 啊！再做啲嘢啊！自己。走波啊 ！Judy，全部企3分線進攻。走步。過場啦！走啊！兩球呢入球。傳波上。傳上去，快啲，唔使拍波啊！進攻時間14秒。球人哋全部都空，你根本拍波係冇用。14秒進攻。華妙進攻。進攻時間6秒。佢手cut過嚟，攞到俾佢，林遠心落分籃底。中啊！控框啊！傳上去，傳波上。起翻個3射。華妙進攻。
係啦，舉手啱啦。OK OK，搶籃板啊！搶籃板啊！你守到一球要搶個波㗎嘛。一個隊，講嘢邊個隊？一個嘅啫。睇定啲。運錢又企咁遠幫唔到波，中長線啦。側邊。唔係啊，3、2、1。傳波出，過到啊，過到啊，放波嚟遠針。3分線後2步，出嚟傳波。喂，有啊，空位俾人嘅。企3分線外邊咁，同全部人講，企出2步，一個就得㗎啦，一個對。自己鏟一鏟，可以鏟，可以鏟，可以鏟。唔緊要，攞籃板，攞籃板，攞實。8秒進攻。驚埋。進攻時間5秒。阿關喬知你落法，點解要埋去犯規咧？都話唔出3分線，你又出去打人。唔出。8秒進攻。企高啲啊，廖千安，你補唔到啊！你企喺後邊，自己去啊！喂，月欣，欣怡，你哋喺半場等啊！廖千安都係企高啲，你補唔到位㗎，你企罰球線啦。1分鐘。俾人穿晒入嚟啊！你後邊冇補個位啊！進攻時間9秒。收窄啲啊！後邊嗰2隻底，你唔可以俾人穿入嚟嘅。下場係4 5秒進攻。俾錢。30秒。20秒。喐過對腳。唔吞腳守唔到㗎，關喬斯，你隻舉手冇用㗎，都係俾人攝入嚟我哋而家。收細啲，守籃底。10秒。10秒。9、8、7、6。3秒。月欣。時間1.1秒。多手啊！呢球，你因為佢個身高低啊，你呢度你呢度高妹籃板，高妹挨埋佢度。1.1秒。